那啥，你他是真是这个。真是这个嘛。那咱们那高度把肯定主要要武器嘛噻。武器都这样。包产的，不给啥个产。这他是包产得到的，越都那贵呢。越都到了光不着。那形状这多少个？越都是这里个。都是他打你们这个是国吧？是国那这个这了这是这了个形状是这了么子嘛？形状。贵，这了贵。这了贵的嘛？贵。有些你把有些你把光。因为他是那包产，他过日子也很样就出来。对呀，没不了。光面不是光。光。你可对钳子讲嘛？好嘞，钳子拿上了。你看你多你中川等于啥个这越都有点大讲的。大个嘛。现在把那儿讲没，跟咱那把上没，跟等大讲没，等那个是讲没，是差讲没。听他基本是这儿了。咋弄啥？就那个嘛噻。他是个大你包产哦。哦。是吧？可以嘛？就那个嘛，就跟你形状是大讲嘛。好嘞，钳子那上估计，有些都钳子上去不两块了。哦，这边是钳子上苦了。哦。不给不然都这个两块了，是个瓜。那你不给还都不给那进水啥那不是那个？啥了？啥了？这啥了？可你跟前都有，你不给，要弄查克桑，跟前要用查克桑让位置都是过，赶紧。进水那才打不上去了，让对是说白差的人肯定不去上表，那啥不啥，前两块这，我让你不啥块这样不去，才进水看。哦。有些都一般个一个半小时加人多的。这个包括花块这个是啊。有些都完全我发回来一个。还有这个花了可能钳子上了，他这个送汉蒙位置，丢的不汉门噻。这肯定没。肯定没。本地的那个嘛，你钳子得上了，他这个汉门。你去软了那呗，起码那么2块如果那后面你说可偷那个我起个上去还不是这上面好像就也没过没，新有些都比这个。他是肯定不就还是也上3个字嘛。上3个字嘛，你为什么你是个在别人这上下了没？那个没有，因为你这前身子老话那不是给你年轻时都给你压大，老公你是点儿个，还是你吃的年一边把丢了好嘛给压大，这个毛你帮你这，你两大压大啷啥？你这个都这个手是不大啷，压大你是那他们，反正压大。人家都有些都2个多小时、3个小时有活。哦，这压大可能还是正常压大啷。对呀，在人家都还说，就我们是还是2把那么。啥了没？你抽穿嘛？把你那肚子顶上没有？你肚子顶那发嘛肚子上没？也拿不到那些头，也拿不到估计的荷兰的那，也拿还跟人家说起来那么，跟过来又跟荷兰一块那么。哦，你抽上那可能是个在人家荷兰的。上去到了，人家上去到了。都他们都空给他那个啥营养嘛？营养嘛。好了，那这样嘛。万一对儿几块搞到那个出息不然，他就。那对儿伢子找到那是本身的。你天空啊，地空啊，你人空啊，你天空啊，你那个都可能活不到，你几天去都1年4季都能。听到你这个老啊，听到几天老嘞。大的块时间都肯定打死也那是。这个营养上哪找了没？上哪不了？这按你时间都是营养上哪了没？这个富二代了。那个富二代我估计定个上没都是那个搞的，因为个真的空啊不讲到2大讲，应该不下办法上去就啥花了。这现在花那个了，营养那个得了。营养好得了。也没很营养了，得了。花那个是花那自不就了？花那不自不个10克那新生嘛噻。好嘞。都去那新生嘛。都去上班个了，不是下班个了。好嘞。今年2个空间的这个。这个风风就抽上了。风风这个就不得了。
哦，那华南这次不就是老啊？这次不过两方面，那前头上路嘛？前头上拉过啊？该上肯定该是个了。过日子要是个了，但是很很贵。咱这包车那边是咋过嘛？其实概念没有，都是没有点儿是咋过嘛？你都是哈达哈那过。咱问你样多，你拿到你回你这儿到，你个吃原稿上他吃上还是哪儿过？跟你听个。听那个简单明了了。没拿回啊，简单的，他就证明那今天如果经常看那等可个真就这么事情，这压个这号儿从那边，平南家把这号儿从那边从这没有关系，两个狼把根。那个开始就说胡个吧。是个说不黄哦，那华南嘛关系嘛，我说不晓华南跟开工了没跟，其实给家开工就黄个，这是对家。我说的情况。给那个华南再跟前上了，给吃生所有的吃过开工的慌。当时个直接就这么说，那你知道像估计，两个估计不了。你比如说他是养个生一个14吧，加华南点儿吧，华南点儿吧，加劲儿吧。加劲儿，主要加劲儿光，多少我们是肯定没光。光。但是要往那华南不是给加劲儿光，多少你这养台湾，那黄。河南。黄南那么事儿。你是正儿了也你，要是个变动路上那是不一样嘛。那是变老没这。对。你是上什么山的话你嘛？那个你，你没多，但是没多贵。没多贵。但只能是你加劲儿那么估计。这加劲儿才也没多少技术。种羊头头，其他人就是后背后，就是他后面烟推过来呗，都就是那个。烟推过就没有推这个嘛嘛。现在他想的那绳子嘛是，多少这个绳子来了嘛，他是华南点儿的。那是这个，要么给对到那个，那是华南那个呢，架子。架子啊。对你华南，你他是没得锅的，打肯定是养老锅还是啥？就当时那就华南。华南。华南是不是叫？听我跟你前山还是个内冲都到了。华南内冲还是哪锅都到了。那个你这，我说自个儿，你华南不是给你这锅店是提给你。锅店就是给你要呗，你。那都么不讲你，两码事吧，那么那都过来2码事。给你锅店他那嘛那是你两码的，真大个。他是这没有都不是锅店，不是20面都不是锅店，不是这个锅。以前他在说嘛。这个很家用的，可能全都是啥子单间。是公共的，是住了一个是住别个去了。真大个，是住，很家。那个去那么但是，就是跟你当的是住路车吧，这边去那个，那一会儿弄。跟你一样，你边他去那个。是住路车嘛，但他估计还没得个了。但是。要等下过。过去这个。感觉过去过。但是路车呢，真是公园的住了一个。这可能那是新也好找啊，人家。我去了那个啥的，但嘛那个什么都过。不容易去的，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是在那边去那个。到底当时我跟人家养的可听的，说的。那这边给你听见嘛？去那个。你当时西面都是真有是，但是是这个吧，这是前人前子。前子都。养一个吧，男这个吧。都这要么家谱不是这光没，你别不咋说嘛，以前呢？以前的家谱吧。以前家谱。家谱对以前的家谱是你不叫七辈子。七辈子家谱里咋说嘛？自己不晓得开始了还是像这10辈子的家谱那样子。不晓得很辛苦哈叫。对以前他感觉。
华灯正成，生日前不让讲。哦，都在循环我们。那循环我都那边是。在3个加了章嘛。3个是呢，儿行。这样个呢，你锤子呢，家谱那不是很挺大贵。今天家谱里那就会这你这啥吃那黄的。哦，吃米的跟吃了没有？米的老黄。这家米是跟你内米我们的内米我们。对那个前任的配位那个帮那。帮，好嘞。这他是谁噻？可能也是的。人家老妈，哦，老妈成俺的一些都就是对他是对哈儿把这钱啥的大妈干。那这慢慢这才能长大对差不多。一般是4月的阳口儿，你会随便估计一般般把这，像别个把估计我就是的，该是接受就可能。妈妈是多少人？我拿嘛，经常那个拿。当然拿是嘛。咱一块儿吧。你这个日本拿不到老公的给拿不到了吧？好啊，但是我家知道你清楚。他这个。哦，其实这是咱的本身国家都一个那么去嘛，后来呢，跟中人干，杨开光。哦。西面都算真的是一个。是个什么人啊？但就是人家是自己，成都就事业差配备啊，估计成都成哪了还是。成了估计讲去，像都是住的大去，随便估计讲去，然后就是不去了。我这妈妈只能轻描头断的。根本上都成去了。哦，该去了。困进的，那个那你我说去了。人家前几年是得开始的。